Hello， 老闆，2023年Yamaha MT-07你又點睇咧？第一代嘅 MT-07咧就喺2014年嘅時候推出，當時咧都好多人中意㗎啦，270曲做點火聲咧非常之吸引人。咁去到2018年嘅時候咧改款咗，咁啊去到第二代換咗個頭燈啦，同埋當時個避震 set up 有啲調整嘅。咁去到第三代嘅時候咧就換咗呢一套嘅口球燈，引擎啊車架全部唔變嘅。但係去到2023年嘅時候咧，第三代嚟咗一次小改款，改咗眼前呢一個好大塊嘅 TFT 儀表。咁啊，其餘嘅東西都冇變過嘅。咁去到嚟緊啦，2025年其實都會成架車改晒，又有新嘅避震、新嘅引擎啊，巴拉巴拉。咁但係咧，香港嘅版本只有引入 YAMT 系列嘅，咁即係話得自動波板，所以呢一部咧將會係末代嘅 MT-07。咁講到底，究竟佢有咩咁吸引人？又或者佢嘅單嘥係啲咩咧？嗱，其實呢部車咧非常之好揸嘅，好處佢又非常之保值。然而佢依副引擎以同級嘅 CC 數嘅馬力比嚟講，佢算係慳油嗰類。再加上佢妥善率非常之高，非常之多嘢改。唔好處嘅地方啦，當然我就要彈佢支頭叉。支頭叉咧，如果你揸得快少少啦，或者一啲鈍嘅路線嘅時候咧，其實佢支撐力唔係好夠，欠改嘅部分啊。咁啊，第二啦，正因為佢方方面面所有嘢都好完善，佢又慳油，揸起上嚟又夠力，操控感又 OK。所以咧，如果你係有啲經驗嘅騎士咧，揸落去咧，你會覺得有少少悶嘅，你會覺得佢所有嘢都太好啦。然而佢就冇乜激情嘅感覺。欠缺咗一啲挑戰，邏輯上佢係幾啱新手去揸嘅，都幾適合咧俾人哋一個階段性去買嘅中量級街車，係好揸嘅東西嚟㗎。同級嚟講，唔知你哋又揀緊啲咩車咧？留言不如話我知啊！